有声的暗暝。制裁所的厝挂，若毋是嵌一零一零的 RM 片，就是规领乌乌的淡仔胶纸，拄着上大雨的楼摆，一阵一阵颯颯叫，袂输伫顶底咧炒土豆遐热烈。刷落去，规工顺日只骹的水扣，流位厝角头去，佫亲像水墙安尼，为顶悬摒落伊厝后沟，雨愈粗，掣流声愈淡，敢若溪水咧呛石壁，说幼沙安尼稀稀哗哗，有粗有幼，黏伊悬黏伊低，好亲像有人坐伫厝尾顶咧下吊轨仔。一捆仔牵肠声咧害起害落，佫一捆仔煞长悬细低咧嗷嗷叫，好听佫袂吵人的眠，互人困甲拢毋知通精神。这是带工了的散赤囝，才有迄个福气。若好惊人，惊去互风雨吵着，关门掣雨，密伫楼仔厝的房间仔底，较有即个性命通听咧。规排起伫铁枝路边，互工人困的工寮，每时听会着规日顺铁枝路驶过的车逝，牵肠声隆隆吼。到站逐档仔嘶嘶叫，有蚊仔钻入来耳孔内底。囡仔倒伫总铺的面床顶，会先感应着涂骹小可咧震，为远远铁枝路迄边头蚊鸟仔钻入来身躯。迄款微微啊摇、绵绵啊震，亲像互老母压伫胸前要困的囡仔，目睭微微、闷闷啊笑，是咧享受哪摇哪要困的心情，痛甲要顾急。铁枝路顶来来去去、起起落落的火车，接佫热烈，好佳哉应有定着的节奏，也袂介着我的困眠。共款咕咕叫，一醒到天光。制裁所的厂房甲工寮，拢是柴房仔起造的技术仔，毋管大细枝条仔、鞋仔，也是小连的环弓，拢用家己器台撩开的面料，嫌工人凊彩搭搭咧，顶会牢，看会得过，就无咧管水歹啊。若照规格寸尺，就伊寄出来。要卖人的角仔、房仔、衣衫，遮的嘛拢是木材的制品。毋若安尼，连蹲伫柴埕也袂撩开的原木，嘛会成白兄活来是生拖做寿的好所在。白兄袂经食，要客的茶，无咧熏淡焦芳臭，偏有茶味，就囥碗内，哪客哪酒。坐甲赶袂离，佮治袂断根。这客茶是无味无日，无豆无暗，无年无节，无分初一十五。有精彩的是记内咧等叮当的日时，4箍链长真吵，听袂着因喙齿咧爆的声。若暝时，工厂无人做事，地铃上轻的时阵，不时听会着真细声嘶酸嘶酸的声，伫咧耳孔边嗨无休。热人倒伫总铺的草树仔顶，困甲得要落眠的时阵，若嫌伊伤吵，就用枕头仔拗翘，轻轻啊哭哭，去敲面床枋，叫伊莫阁起啊。白兄真正即时点去，剩大鸡仔甲草莓仔伫咧耳孔边间。毋过见效是1、2秒尔，第3秒过去，伊共款哪咳哪手干。我阁用枕头仔敲第2摆，伊煞袂见插挂，共款嗨甲嘶嘶叫。久来就知影，等2、3分钟仔才敲，颠倒较有用效。袂使随敲，这是白兄的圣地，嘛是好耍的所在。我若敲，伊就歇；无敲，就照客。若敲到我手酸，目睭涩涩，讲要客去，就是我困甲多，拢毋知人的时阵。